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中的大道有一间做俗芳的工厂，伫疫情当中创造商机。因生产的上芳，这个品质真赞。国内有将近一半的早餐店拢是进因的俗芳，一天所做的俗芳超过1万条。最近这几年来，更加是研发出抹料的冷冻的厚片的俗芳，讲这个生理强滚，一个月统啊卖滚啊10万块。新冠肺炎的疫情影响到各行各业，也过有一寡产业去找到商机。大道区有一间俗芳工厂，研究出抹料的冷冻厚的俗芳，伫网络一个月会使卖几10万片。想说转型来做这个上面有抹料的冷冻生吐司的那个厚片，因为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嘛。业者为防蚊鼠做芳起家，坚持实在一定要实在。干那用米粉加新鲜的牛奶油等等食材去做，接手第2代，唔但传承老爸好滋味，嘛一直研究加创新。相对用比较好的食材所做出来的东西，就是吃起来就是不会干硬。冷冻库内面拢是踮咧出货俗芳，用心的好滋味变成网络的主打商品。往往若推出，就随互人买去。业者表示讲，会继续为消费者做出幸福的好滋味。